6点钟先压阳，你出炉了，看看我的羊新不新鲜啊？非常之有彈性啊！羊肉包子好喽！哇！ Hello 各位，我係 Yandy 啊。上次咧香港嘅羊媽媽咧我就試過啦，非常之好食，一試難忘啊！今次咧又受到羊媽媽嘅邀請咧，就嚟到深圳。唔知深圳同香港會有咩唔同咧？哇！一嚟到門口已經勁多人啦，真係好受歡迎啊！原來除咗餐廳入邊有得食嘢之外咧，門口咧都有得嗌外賣嘅，可以拎翻香港添喎。我哋而家睇下門口有啲咩外賣可以拎翻香港先。 羊妈妈新鲜羊蹄，每天的新鲜羊蹄出炉了，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，新鲜羊蹄出炉了。这是我们的山羊啊，这个羊煮来做清炖的带皮羊肉啊，这个啊，你看看啊，10块，10块，10块一扁。烤包子刚刚出炉，蒸包子6块钱啊，羊肉蒸包子6块钱一个啊。这个6。一斤大概有幾多啊？啊，呢個紅尾羊肉1斤啊500克。500克。最起碼呢2兜啦。 最起碼2兜啊！哇，80蚊啫喎！係啊，2兜咁多。楊媽媽真係好親切㗎，佢不定時都請街坊食嘢㗎。啊，嚟！多謝楊媽媽。啊，呢個差別數有冇？楊媽媽請食燒羊串。原來外賣都咁精彩，更何況裏邊。我而家即刻要去餐廳食嘢先。 點樣嚟呢度呢？喺羅湖口岸打車過嚟呢，10零蚊就到噶啦。又或者去到老街站 G 出口行過嚟，大約係15分鐘。楊媽媽係開到凌晨3點嘅，過嚟食宵夜都得啦。我哋而家即刻入餐廳睇下先。楊媽媽呢本身喺深圳呢都係非常之出名，而且拎過好多獎項。店裏邊環境呢非常之闊落啦。 咁我哋今次咧就會喺澳洲房裏邊食嘢，店裏邊咧仲有好多特色嘅酒咧可以嗌嚟飲㗎喎，例如呢一個蒙古王啦，又或者呢一個幾特別，係奶酒嚟㗎。一嚟到就即刻試下個羊雜湯先，好香噴噴啊！羊雜湯咧我真係好少見，所以咧我都即刻飲返一碗先。 初頭仲以為好酥，完全係唔酥㗎，而且就係好香添啊！羊肚包彈力十足啊，裏邊係充滿晒羊肉啊！羊肉腸同埋羊血腸呢，都係非常之新鮮，而且每一條都份量十足啊！如果第一次嚟食羊媽媽呢，我推介食呢一個全家福。 因為呢個煲呢非常之有特色，一煲夠晒幾個人一齊食噶啦。呢個白切羊肉呢口感呢就好似我哋食分蹄咁，但係呢比分蹄更加 Q 彈，而且有少少羊肉味。記得加埋佢哋沙薑汁呢係更加好味噶。烤出嚟嘅羊肉呢色澤均勻。 即刻試下呢個紅燒羊肉柳，哇，好香啊！啲肉好腍滑啊，呢個羊肉片顏色幾靚，粉紅色㗎。羊肉呢入口呢帶有少少酥味。 但係咧口感非常之柔軟。隔離呢個咁巨型係咩呢？就係燒羊髀啊！成吉思汗烤羊腿。羊肉包子好喽！羊肉包好大個啊！即刻搣開俾大家睇下先。個包熱辣辣、軟綿綿啊，好好食啊！ 爆晒汁㗎，爆晒餡㗎。有少少胡椒味，但係冇薑味，好食好食。係啊，佢哋特製煎有肉沙。好喽！哇！這幾嗎？
看，都看得清楚吗？没错。上全羊肉，喜气洋洋又有味，原羊天下，无烟烤鹅、烤的煎海、烤全羊已经为大家烤好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我们的贵宾上前剪彩。掌声不够热烈，再次掌声，有请我们的贵宾。来，贵宾侧面请，跟我一起握住我们的红盖头，来，左手是平安，右手是吉祥，红盖头在手，想啥啥都有。让我们一起牵起大家的红盖头，祝各位贵宾万事好运当头。从头剪到尾，祝各位贵宾顺风又顺水；从头剪到齐，祝各位贵宾万事都顺利，钱财上高。万幸贵宾入席，谢谢。烤全羊好了。烤全羊咧一撕開嘅時候咧，啲汁咧係咁爆出嚟同埋滴出嚟嘅，真係非常之吸引啊！呢個古法羊腩煲都非常之精彩，佢用咗羊排嚟做，口感又香又滑。跟住呢一個呢，就係烤包子啊！上次我喺羊媽媽香港分店呢已經食過啦，外皮好鬆脆，裏邊呢非常之 juicy。今日呢條影片分享嘅美食呢，只係一小部分嘅啫。其實羊媽媽嘅店呢，仲有好多款菜式㗎，你哋真係要嚟親身試下食下。無論香港又或者深圳嘅分店呢，我都食過啦。兩邊都非常之出色，亦都好有幸今日出席深圳呢一個聚會啦。鍾意食羊嘅觀眾呢，真係唔好錯過羊媽媽。咁今日嘅分享呢，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。希望你哋鍾意呢條影片啦。想睇更多吃喝玩樂嘅資訊呢，記得訂閱 Yandy 啦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有咩新片上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。睇完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俾個留言我啦。多謝晒各位收睇啦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羊妈妈新鲜羊群每天的新鲜羊皮出炉啦！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，新鲜羊皮出炉啦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羊妈妈的新鲜羊皮啊！